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去咗呢個東涌嘅櫻花園，咁啊睇櫻花，咁啲櫻花都大部分都落咗噶啦，仲有一半到啦。咁如果要睇咧，就趁一兩日去啦，仲可以睇到。咁咧就遲啲就睇唔到啦。咁就我今次就唔講路線啦。咁如果係東涌站行過嚟係15分鐘啦。咁如果係東涌站搭 S1 或者 S52巴士，去到呢個飛機原料庫落車。咁就到達呢個櫻花園噶啦。咁我會擺翻呢條連結，因為之前我有個視頻嘅，有講呢個詳細嘅點樣嚟嘅。咁啊，大家就可以睇翻之前我嘅視頻啦。咁啊，我而家又拍緊啲櫻花俾大家睇啦吓，咁睇下大家覺得啲櫻花靚唔靚啦？霓虹银河水，夜上海清扬，气泡随风舞，心绪如涟漪，世间浮尘多，软肠不曾凉。一人饮，池水是柔肠，寒夜花润，似水缠绵长，浪漫映星湖，怀旧伴轻狂，无天烟无语，女子叹命运，柔情云流转，不悔这一场。萨克斯如芒苏，钢琴拨心弦，定换新曲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力為大家解答。非常感謝你嘅支持，唔好忘記訂閱香港背包，並且點讚同分享影片，咁樣有新影片嘅時候就能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